太陽能量夠晒，點解仲有人捱我？一個令人心寒但又見到光嘅真相。開場，大家好，我係 Will 叔。最近有觀眾問我，Will 叔，太陽每日送嚟地球嘅能量夠全人類用200萬倍，點解而家仲有人捱餓？有人貧窮？好問題。今日我哋唔講大道理，就用3分鐘拆開呢個能量悖論，睇下對你荷包有咩實際啟示。第一部分先睇數據，但要加個濾鏡，先講硬數據。但記住，數字有理論值同現實值之分。人類每日基本能量需求82億人乘以每人10.5兆焦耳等於8.61乘10焦耳每天。地球每日接收太陽能1.5乘10焦耳，係前者的170萬倍。人類實際利用咗幾多？包括化石能源、水能、風能、光伏、糧食生產，夾計約8.26乘10焦耳每天。太陽總輻射僅0.00055%，第一眼感覺，哇，浪費咗99.99%。如果分勻，人人都富足。但3個但是，你要聽落去。一，能量唔等於食物，太陽能要變飯，需要土地、水、技術、運輸。二，理論值唔等於可支配值，轉化過程有損耗，分配過程有成本。三，物理充足唔等於經濟公平，資源喺邊度，點樣流動，先至係關鍵。第二部分，點解夠都會缺？問題唔係能量唔夠，而係3個錯配。地理錯配，太陽能最豐富嘅地方，撒哈拉、中東，未必係人口最密集、基建最完善嘅地方。非洲糧食自給率僅60%，但日照資源全球頂級。時間錯配，太陽能係即時供應，但人類需求係24小時連續。冇儲能技術，白天用唔晒嘅能量，夜晚就變廢。制度錯配，重點，全球化石能源75%由10%人口消耗來源。IEA， 全球每年浪費13億噸糧食，夠飽30億人來源。FAO， 能源價格受資本、地緣、投機影響，唔係單純成本加合理利潤。關鍵一句，貧窮唔係因為地球資源唔夠，而係因為資源流動嘅規則唔係為所有人設計。第三部分，對你有咩實際啟示？45秒。Will 叔唔講虛嘅，3個你可以關注嘅方向。如果你係投資者，能源轉型係大趨勢，但要識分概念同實質。關注儲能技術，太陽能多但唔穩定，邊間公司解決咗夜晚點用？關注農業科技，垂直農場、精準灌溉，點樣用更少能量產更多糧食？避開純故事型新能源股，有技術、有訂單、有現金流先係真本事。如果你係創業者、打工仔，能源成本會長期波動，你嘅業務、技能係高能耗依賴定係輕資產適應？未來10年，能源效率顧問碳足跡審計可能係新興職業。如果你係普通市民，理解電費點計，光伏普及後，風谷電價差距會拉大，識得低谷用電可以慳錢。理性看待糧食價格，極端天氣加能源成本會令食品波動加大，適度儲備係智慧。第四部分，3個清醒認知，30秒總結3個你要記住嘅底線。一，唔好被理論值誤導，每人分$4係物理計算，唔係經濟現實。資源分配需要基建、制度、信任，呢啲先係真正嘅稀缺品。二，唔好陷入結構無力感，制度缺陷係事實，但個人依然可以喺趨勢中揾到位置。關注能源轉型、糧食科技就係一種理性行動。三，唔好忽略技術變量，光伏效率過去10年提升3倍，儲能成本下降90%。今日嘅不可能，可能係明日嘅新常態。結尾，Will 叔一句話總結：世界唔係因為資源唔夠而貧窮，而係因為規則唔公而分化。但規則係人定嘅，技術係人創嘅。下次你見到某資源夠晒用，記住問3句：一、
係物理充足定經濟可及？二、轉化同分配嘅成本有計入嗎？三、我個人可以點樣喺呢個趨勢中做一個理性參與者？理性吹水，先有營養，看清結構，先有行動。片尾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你理清思緒，記得訂閱頻道，多個理性吹水夥伴留言分享你嘅見解，但記住不嗌交，不盲撐。有計先有營養，得閒飲茶，一齊吹水。我係 Will 叔，下次見。影片資料卡，關鍵數據，來源 IEA、BP、FAO、IRENA。地球日接收太陽能1.5乘10焦耳，人類實際利用8.26乘10焦耳每天，0.0055%。化石能源比75%，不可再生。全球糧食浪費13億噸，每年夠30億人。仲要說明每人可分$4係理論物理極限值，未計轉化損耗、基建成本、分配摩擦。實際經濟分配受地緣、制度、資本多重因素影響。行動指引：投資關注儲能技術、農業科技嘅實質進展。個人理解能源成本波動，學習低谷用電。理性儲備，認知分清物理充足與經濟可及，唔被單一數字誤導。